警方社案件，台北地方法院昨裁定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延押2个月。民众党立委黄国昌是讲，希望郭文哲爱提出抗告，认为郭文哲互人关押是会损害台湾司法的公信。 北检侦办经发生案件，因为民众党主席郭文哲羁押期限特别到啊，检方进前申请延押，设意调开延押庭，裁定郭文哲延押2个月到明年1月7日，各禁止接见通讯。对郭文哲遭到延押太大单背期，也伫面册打出控告2字，表达态度。台湾民众党是表示遗憾而且生气，呼吁检方有证据就起诉，无证据就放人。我想走到今天。 所有关心柯文哲主席的人，大家都会希望主席这一次能够点头，让律师团依法提起抗告。当柯文哲主席多被关押1天，真正受到重创的是台湾司法的公信力。外界也关心，本院裁定延押已超过郭文哲进前向党请假的3个月期限，民众党议员江浩书认为，应该让郭文哲请假一期无限期延长。黄国昌表示，这讲出党员甲支持者的心声，不过家己不是中评会成员，相关的规定还是要交由中评会来决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